呢一刻喺鄂霍次克海零下10幾度嘅寒風之中，一艘長達179米嘅鋼鐵巨獸，正以每日600噸嘅速度，將由海入邊泵上嚟嘅活魚，變成一件件整整齊齊嘅冷凍包裝商品。呢艘船到底有幾大呢？咁講啦，佢比一架空中巴士 A380 仲要大，排水量超過26000噸，甚至比好多國家海軍嘅驅逐艦仲要重。520個人就好似被裝入呢個龐然大物嘅肚入邊，連續9個月雙腳唔落地，每日工作長達16個鐘，冇周末冇假期，魚唔停，佢哋就唔可以停。但如果你以為呢度只係一間海上血汗工廠，咁你只係估啱咗一半。呢艘船上面有泳池、有戲院、有桑拿房，甚至仲配備咗一間設有手術室嘅完整醫院。然而，曾經喺呢度工作過嘅人回想起呢段經歷，講得最多嘅一個詞就係煎牛。而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係，呢艘全世界最大嘅魚類加工船，自己一條魚都唔捉。咁問題就嚟啦，佢到底係靠咩運轉？520個人每日加工600噸魚，呢啲魚又係由邊度嚟嘅？今日我哋就一齊將呢個海上巨無霸嘅運作邏輯拆開嚟睇清楚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件事，呢艘船自己係唔會捕捉任何一條魚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全世界最大嘅魚類加工船，佢本身係唔捕魚嘅。咁佢到底靠咩運轉？答案就係一套叫做母船模式嘅海上生產體系。呢套體系嘅核心邏輯係咁樣嘅：一支由10幾艘拖網漁船組成嘅布路船隊，負責喺海入邊拖網捉魚。呢啲拖網漁船嘅型號叫 STR， 全稱係拖網漁船、冷藏船。前面2個字母代表佢哋可以用唔同嘅漁具捕魚，最後一個字母 R 就代表冷藏功能。呢個係蘇聯時代遺留落嚟嘅命名傳統。呢啲拖網漁船大多數都係蘇聯時代503型號嘅產物，船身長度只係50米出頭，排水量屬於中等噸位，同母船比起上嚟，簡直就好似一個細路仔。但係千祈唔好睇小佢哋，一艘船上面23個船員要喺海上連續作業好幾個月，其中有一艘同謝烏洛德號配合嘅漁船，已經連續喺海上待咗整整7個月，仲未返航。以其中一艘叫做科洛亞號嘅漁船為例，佢搭載咗一台直列8缸柴油引擎，馬力有1320匹，聽落好似唔少，但呢種船最高航速都只不過係13節，去漁場嘅巡航速度更加只有10節。你唔好嫌佢慢，佢嘅核心任務唔係鬥快，而係要將魚穩穩陣陣咁拖上嚟。當呢啲漁船裝滿漁獲之後，佢哋就會靠到母船旁邊，透過吸魚管道將魚直接泵入加工船嘅魚艙入邊。母船左前有2個泵送站，可以同時接收2艘漁船嘅漁獲。遇到惡劣天氣，船尾仲有第3個泵送站作為後備。換句話講，只要海上仲有魚，呢條流水線就永遠唔會停。除咗捕魚船同母船之外，呢個遠洋編隊入邊仲有一種非常關鍵嘅角色，叫做收割者運輸船。佢哋負責將母船加工好嘅成品運返岸上，同時亦都會幫遠洋編隊運嚟補給，包括包裝材料、調味料、設備零件，仲有最重要嘅船員食物。以一艘叫做加爾多尼亞號嘅運輸船為例，佢用咗4日時間斜穿成個鄂霍次克海，靠泊喺謝烏洛德號嘅左舷。呢艘船有3個貨艙，但係只可以裝2個艙嘅成品，因為第3個艙入邊裝住嘅係俾成個編隊用嘅補給物資，而且根據俄羅斯法律，喺領海範圍之內係唔可以進行呢類貨物裝卸作業嘅，所以船隊必須駛出領海，進入俄羅斯嘅專屬經濟區之後，先可以開始裝卸。亦即係話，呢套系統嘅運轉唔單止要睇天氣，仲要睇法律，仲要睇補給船嘅調度，每一個環節都要咬合得啱啱好，先可以令成個遠洋編隊持續運作落去。捕魚篇講完母船體系嘅整體架構之後，我哋再近距離睇下拖網漁船上邊到底係點樣捕魚，因為冇咗佢哋，母船就只係一個空殼。漁船上面最關鍵嘅人物唔係船長，亦唔係大副，而係一個叫做拖網大師嘅角色。佢唔係高級船員，亦唔係船長嘅直屬副手，
但佢喺船上嘅重要性點樣形容都唔算誇張，因為成個拖網捕魚嘅核心技術，由網具點樣設定到落水角度點樣調整，全部都掌握喺呢個人手上。拖網漁船使用嘅係所謂變心拖網，呢種網具係專門為咗喺中層水域捕撈發魚而設計。以107型拖網為例，佢個名係嚟自上下兩條鋼纜嘅長度，上纜掛住浮標用嚟維持拖網嘅高度，下纜掛住配重系統用嚟保持拖網嘅深度。兩邊仲有一種叫做水動力裝置嘅特殊設備，簡稱 HDD。佢係由拖網板同導流板組成嘅系統，負責控制拖網喺水入邊水平張開嘅角度同位置。成套拖網透過鋼纜連接到漁船上面，所有呢啲參數都需要船組精準調整。理論上，書本入邊全部都有寫，但去到實際操作，每一個拖網大師都有自己一套獨門手法，有啲技巧只係存在喺佢哋自己嘅筆記簿入邊。等到佢哋有一日做咗船長，再翻開呢啲筆記，先會知道當年記低嘅每一個數字到底有幾珍貴。當拖網落水之後，船長就會坐喺一間佈滿聲納屏幕嘅房入邊，嗰個場面簡直好似航空管制中心，只不過佢追蹤嘅唔係天上嘅飛機，而係水底嘅拖網同魚群。喺聲納屏幕上面，如果顯示紅色，就代表魚群密度好高。呢個時候，船長要做嘅就係精準追蹤魚群嘅路徑，令拖網跟得上去。不過呢度有一個好微妙嘅平衡，魚入網太多，嬌嫩嘅盲魚會被自己本身嘅重量壓碎；魚入網太少，就等於白忙一場。而且拖網絕對唔可以觸底，一來係出於環保要求，二來係因為一旦觸底，張網就有可能被撕裂。細破損要收1個鐘，大破損要收4個鐘。如果搣得太嚴重，就只能夠捲起嚟換另一張新網。有一次，科洛亞號嘅拖網喺水底拖咗2個鐘，船長睇住聲納上面嘅魚群越嚟越稀疏，心入邊有啲唔甘心，一度猶豫要唔要掉頭再拖多一次，但最後都係決定收網。當拖網被絞車拉上甲板嘅時候，5顏6色嘅拖網翼板率先露出水面，跟住就出咗一個小狀況，一條感應器嘅線纜纏住咗，船員們合力排除咗故障，然後網兜終於由水入邊升起。嗰一刻，所有人嘅心都好似吊到上喉嚨咁。個網兜脹卜卜，入邊塞滿晒太平洋漂魚，一稱80幾噸。船長塊面終於露出笑容。用佢自己嘅講法就係，網滿嘅時候，當然會有一種由心底入邊出嚟嘅喜悅。網空嘅時候嘛，就有啲悶，然後你就會諗，再嚟一網，再捉多啲。講白啲，佢哋追逐嘅唔止係魚，更加係嗰種征服大海嘅成就感。當然，背後更加現實嘅推動力係，每一噸魚都直接同佢哋嘅收入掛鈎。一旦魚被泵入母船嘅魚倉，計時就正式開始。因為鮮魚嘅保鮮期極短，就算喺冬天都只有幾個鐘到12個鐘，所以船上嘅加工工序必須爭分奪秒。魚進入加工甲板之後，首先會經過分揀機，按照大小同品種分成唔同批次，大魚送去冷凍，小魚送去做罐頭。呢啲機器嘅速度係人手嘅6到10倍，但係機器唔係萬能，總會有漏網之魚，所以工人們就要肩並肩企喺分揀線後面，雙手不停咁喺輸送帶上面揀走機器遺漏咗嘅雜魚。有意思嘅係，去到21世紀嘅今日，呢艘船上面依然保留住大量手工操作。原因其實好簡單，機器太佔地方，就算喺咁大艘船上面，空間依然唔夠用，而人比機器更加靈活，培訓一個工人亦都比重新編程一台機器容易得多。然後就去到最核心嘅環節，切片。船上裝備嘅 Beta 182型自動切片機，每分鐘可以處理145條魚，計翻條數，即係每秒超過2條。負責放料嘅工人必須將每一條魚準確咁放入移動托盤，一條都唔可以漏。漏咗就代表產量下降，產量下降就代表扣人工，所以冇人會漏。切完片嘅魚會即刻被送入工業級平板冷凍機，喺零下26度嘅低溫之中瞬間鎖鮮，然後裝箱堆垛送入冷藏貨倉，隨時可以直接發往市場，甚至連碼頭都唔使靠。而呢艘船最令人佩服嘅地方，
就係佢幾乎做到零浪費，魚頭、魚骨、內臟，所有魚片用唔着嘅邊角料，全部都會被碾碎，加工成魚粉同魚油。單係呢啲副產品，謝窩洛德號每日就可以產出120噸。喺呢艘船上面根本冇廢料呢個概念，每一克蛋白質都會被榨取到乾乾淨淨。呢個先係工業化生產嘅終極邏輯，唔係追求某一個環節去到極致，而係要令成個系統冇一絲一毫嘅浪費。而呢條流水線只會因為2個原因停落嚟：第一，魚倉滿咗；第二，冇魚。除此之外，機器永遠唔會停轉，但一旦停落嚟，損失就非常巨大。呢艘巨型浮動加工廠每日嘅營運成本大約係100萬盧布，停一日就蝕一日。而且唔單止係股東同管理層會心急，每一個船員嘅收入，除咗基本工資之外，仲有一筆同產量直接掛鈎嘅分紅。船員們將呢樣嘢叫做按尾巴揾錢，意思就係加工嘅魚越多，你攞到嘅錢就越多。所以當暴風雨嚟到，漁船冇辦法出海，母船嘅輸送帶空晒嘅時候，全船上下每一個人都會焦慮，唔係因為經暴風雨，而係因為每停多1個鐘，銀包就會瘦1分。講到暴風雨，呢個係鄂霍次克海上永遠避唔開嘅話題，尤其係秋冬季節，暴風幾乎係家常便飯。當風暴一嚟，成個遠洋編隊，包括母船、漁船同運輸船，都必須轉移到避風嘅海灣入邊，例如馬加丹附近一啲峽灣。平時嗰啲海灣空空蕩蕩，但一到暴風天，幾十艘大大小小嘅船逼埋一齊，場面相當壯觀。暴風期間，靠泊操作會變得格外危險。雖然由岸上望過去，2艘船慢慢靠近嘅畫面似乎冇乜風險，但你要知道呢啲全部都係幾萬噸級嘅巨型物體，慣性非常大，任何一個好細微嘅操作失誤都可能造成嚴重後果。所以每一次靠泊，船長都必須親自企喺駕駛台上指揮，靠泊方案亦都要反覆確認。左前4條橫纜，船首2條彈簧纜，船尾2條彈簧纜。呢啲聽落好似好簡單嘅口令，背後其實係幾十年航海經驗累積出嚟嘅判斷。母船上邊仲裝有一種叫做側推器嘅設備，英文簡稱 BT， 即係船首推進器。佢係安裝喺船頭嘅一台大功率電動機，可以喺唔動用主機同舵葉嘅情況之下，令呢艘26000噸嘅龐然大物原地轉向。喺海上靠泊嘅時候，呢樣嘢簡直就係救命法寶。當暴風過去，海浪降到1.5米以下，漁船就可以重新出海捕魚。生產主管亦必須即刻做好接收漁獲嘅準備，一切都要爭分奪秒，因為停產嘅每一日都係實實在在嘅虧損。講完生產，我哋再嚟睇下呢500幾號人到底過住一種點樣嘅日子。先講好消息，謝烏洛德號嘅生活條件喺成個遠洋漁業船隊入邊被公認係最好嘅，同大多數拖網漁船比起上嚟，簡直係天同地嘅分別。喺嗰啲50米長嘅漁船上面，23個人逼埋一齊，空間狹窄到令人窒息，船身顛簸更加係無處不在。連老船員都講，只有喺嗰種細船上面，你先知道咩叫真正嘅搖。但喺母船上面，船員住嘅係雙人房，每層居住甲板都有 WiFi 網絡，有健身房、桑拿房、乒乓球台，有戲院、游泳池，住宿條件甚至可以媲美一間溫馨嘅小旅館。淡水供應嚟自反滲透海水淡化系統，每日可以將海水轉化成455噸飲用水。因為喺鄂霍次克海中央係叫唔到救護車嘅，所以船上配備嘅唔止係一個醫務室，而係一個完整嘅船上診所，有病房，有牙科手術室，甚至仲有一間可以做手術嘅手術室。當船上有400幾人同時生活9個月，生病嘅幾率幾乎係100%。而且呢個醫療中心唔止服務母船，成個遠洋編隊嘅醫療保障都要靠佢支撐。拖網漁船上嘅船醫，如果處理唔到重傷，就要將傷員轉運到母船上面搶救。有時一條人命就係靠呢個轉運過程救翻嚟。長期喺潮濕寒冷嘅環境入邊生活，對健康嘅影響顯而易見。各種慢性病特別容易喺海上爆發同加重。聽落條件好似唔錯，係咪？唔好急。再講壞消息，呢度大部分船員執行嘅係6上6落輪班制，即係6個鐘不停咁加工魚，然後用6個鐘食飯、沖涼、
瞓覺，之後再繼續。冇週末，冇假日，冇休息日，直到魚倉裝滿或者魚季結束為止。呢套陸錄製最早係喺小型浮動加工基地上面摸索出嚟嘅。嗰啲小基地係1990年到1995年間建造，排水量大約9000噸，船長126米，一共做咗6艘。喺謝沃洛德號出現之前，佢哋先係遠洋魚類加工嘅主力。陸錄製喺細船上邊勉強仲頂得住，但搬到謝沃洛德號呢種長達9個月唔靠岸嘅大船上邊，問題就暴露晒出嚟。好多人根本頂唔順，辭職嘅、崩潰嘅、提前終止合約嘅比比皆是。唔單止係普通工人，連負責組織生產嘅管理層都覺得呢套制度有問題。生產主管尤里亞林就公開表示，陸錄製效率太低，佢認為改成12小時輪班制會更好，因為工人可以得到連續8個鐘嘅完整睡眠、食飯、個人清潔同休息都有保障，咁樣你先有資格要求佢哋交出更高產量。但問題係12小時一班，就意味住工人要連續企足12個鐘喺又凍又濕嘅加工車間入邊，呢種安排對身體造成嘅損害同樣非常巨大。醫生已經開始警告，長時間喺固定姿勢之下承受嘅靜態壓力會嚴重影響船員健康。管理層就夾喺效率同健康中間左右為難。當然，你亦都可以學軍隊搞4小時一班、8小時休息嘅3班制。但係咁樣嘅話，工人數量就要增加1.5倍。呢艘船再大都裝唔落咁多人，商業計劃亦撐唔住嗰個成本，所以呢個問題到而家都冇一個完美嘅解決方案。有啲船甚至實行更加殘酷嘅排班，叫做瘋狂8小時，8個鐘返工，4個鐘休息，喺成個航期入邊不斷循環。你嘅鬧鐘就係工頭喺凌晨5點15分砰砰砰咁拍你嘅艙門。早餐永遠都係嗰幾樣嘢，炒蛋、薄餅、咖啡。你快手扒幾啖，套上永遠散發住魚腥味嘅雨衣，然後行入加工車間，入邊嘅噪音係持續嘅，無處不在嘅。有親身體驗過嘅記者就講，嗰種噪音會令你第一反應就係想逃，恨不得即刻戴上耳機播一首古典音樂，最好係斯特拉文斯基，但係絕對唔可以係小美人魚。至於魚腥味，講起上嚟有啲奇怪，你其實好快就會習慣，但噪音唔得。噪音係你永遠都適應唔到嘅嘢。寒冷係刺骨嘅，係可以穿透一切嘅，而魚係永遠都唔會停嘅。有經驗嘅老手只需要2個動作就可以將一條魚處理乾淨，但係新手如果手法唔啱，就好可能會切甩自己嘅手指。而且仲有一種無形嘅壓力，你處理嘅每一條魚最後都會俾人食落肚，也許嗰個人就係你自己。呢種責任感會一直壓喺你心頭。至於能唔能夠撐到合約結束，就完全取決於個人。頂唔順嘅人可以申請提前落船，公司唔會強行留住你，但代價係唔單止攞唔到全額工資，仲會產生額外嘅經濟損失。對好多人嚟講，唯一支撐佢哋留低嘅動力就係錢。一位由烏法嚟到濱海邊疆區嘅女工娜塔莉亞，由2011年就開始出海。佢講得好實在，喺岸上你賺咗錢，轉頭又要使出去，租金、生活費根本儲唔到。但喺海上，你翻嚟嗰陣，所有錢都係你自己嘅。呢個大概就係遠洋漁業最核心嘅吸引力。喺海上，你根本冇地方使錢，9個月嘅人工一次過到手，對好多普通人嚟講，呢個就係改變生活嘅唯一機會，仲唔係最危險嘅地方。真正令人背脊發涼嘅係冷凍貨倉，工人要喺零下20度嘅環境入邊搬運每一塊重達20公斤嘅冷凍魚磚，一塊一塊碼成幾噸重嘅貨場。一遇上風暴，呢啲貨場就有機會發生位移。有工人親口形容過，佢哋不得不拼命向外跑，避開倒塌嘅冷凍魚場。嗰啲嘢一砸落嚟，可以將人壓到好似一張紙咁薄。曾經有一名船員手指骨折之後，喺船上又硬撐咗整整3個星期，因為根本冇停落嚟嘅選項。根據美國疾控中心嘅數據，商業捕魚嘅致死率係美國普通工作崗位嘅28倍以上。船隻沉沒、人員墮海，一啲唔會流程嘅機械設備，呢啲全部都係家常便飯。每一個上船之前嘅新人都必須喺岸上嘅培訓中心接受嚴格訓練。
每年有1500人喺培訓中心學習，包括滅火、防毒氣、緊急逃生。每個人都必須學識喺最短時間之內着上紅色救生衣，因為一旦跌入鄂霍次克海嘅冰水入邊，冇救生衣，你根本撐唔到幾分鐘。訓練入邊仲包括模擬直升機救援，你要由船上跳入冰冷嘅海水，爬上救生筏，然後再被電動絞車吊上直升機。老實講，被救嘅過程可能比遇險本身仲要難受。以上講嘅都仲係受到監管嘅合法作業，但喺呢個範圍之外，仲有一個更加黑暗嘅世界。另一艘同樣爭奪世界最大魚類加工船頭銜嘅油火叫做海參崴2000號。呢艘船原本係1980年為一間挪威公司建造嘅油輪，去到2008年被改裝成海上加工廠，總噸位接近5萬噸，船長228米，比謝沃洛德號仲要大一圈。但呢艘船最出名嘅唔係佢嘅體量，而係佢一身劣跡。海參崴2000號喺國際黑名單上掛咗好多年，佢一共至少換過6個名，由最初嘅自由港酋長號到多塞特郡號，由拉法葉特號到大曼仔號，最後先叫做海參崴2000號。佢嘅船期亦都喺俄羅斯、伯利茲、摩爾多瓦之間反覆跳來跳去，每一次俾人盯上就換一個馬甲繼續做。環保組織海洋透過全球漁業觀察平台嘅衛星追蹤發現，呢艘船喺公海上非法加油、非法作業，幾乎處於零監管狀態。秘魯當局曾經扣押過佢，並且開出咗數十萬美元嘅罰單。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亦都長期將佢列入非法捕撈黑名單，同時仲警告過中國、巴拿馬同庫克群島，因為呢3個國家曾經向呢艘船提供過協助。但係呢艘船依然喺海上漂浮，好似一個巨大嘅幽靈，一年就可以處理超過54萬噸魚。呢個數字係咩概念？足以令到成片海域嘅魚群喺幾年之內崩潰。呢個就係遠洋加工船嘅兩面。光明嘅一面，佢哋係全球海鮮供應鏈嘅核心引擎，令拖網漁船唔使返港，都可以持續作業，將產品喺幾日之內送到超級市場嘅冷凍櫃入面，養活全世界數十億人嘅餐台。黑暗嘅一面，正正係呢種驚人嘅效率，亦都以超出海洋承受極限嘅速度，將大海入面嘅生命一點一點抽空。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2024年發佈嘅報告，全球大約有 37.7% 嘅魚類種群正處於過度捕撈狀態，而呢個比例仍然持續上升。隨住近海漁場逐漸衰退，捕撈船隊正不斷向更深更偏遠嘅海域推進，追逐一啲需要幾十年先可以恢復嘅深海物種。有人話，不如乾脆將呢啲蘇聯時代遺落低嚟嘅產物宣布做個時品，改幾艘入博物館，剩低嘅全部拆咗算。但問題係，呢啲船唔止係鋼鐵同機器，佢哋係成千上萬個家庭嘅生計，係無數人自己選擇嘅生活方式，亦係一種好難同生活本身完全分割開嚟嘅職業。當記者問船上嘅人真正嘅生活喺邊度，喺海上定係喺岸上，每個人嘅答案都唔一樣。有人話船係第二個家，家人當然係第一位。有人話我喺海上做咗30年船長，假期屈指可數，生活就係咁。有人話岸上先係真正嘅生活，呢度只係工作。亦有人話海上冇岸上嗰啲令人想逃避嘅煩心事，呢度反而更加簡單。而嗰位一直喺度捕魚嘅船長，佢嘅回答就最乾脆：我唔想去大船上面，因為我熱愛捕魚，所以我要留喺漁船上。也許對呢班人嚟講，海上同岸上從來都唔係非此即彼嘅選擇，而係一種交替往復嘅生命節奏。新年0點啱啱過咗10分鐘，羅曼就翻到吊車旁邊，娜塔莉亞重新企翻上輸送帶，尤里亞西里耶維奇繼續監督生產線，弗拉基米爾確認咗返回納霍德卡港嘅航線，謝爾蓋博亞船長下令拖網漁船重新布網。佢哋所有人都喺度等待住水手心入邊最重要嘅節日，亦就係翻屋企嗰一日。然後佢哋又會再次出海，呢度係地球上最極端嘅工作場所之一。
而大多數人永遠都唔會知道佢嘅存在。跟住一條魚出發，睇盡深海、工廠同餐台背後嘅故事。歡迎嚟到娛樂無窮。如果你都中意呢類內容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。